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是耶诞节，真侪所在拢办活动，也毋过前几工啊，才出现着本土病例。台南甲屏东的耶诞市集虽然是照常来举办，但是拢爱挂喙罨，嘛禁止来试食。阁有旅行社的业者，甲这个耶诞市集搬去了火车顶。不过，这个市集的车厢只甲敢若限定15个人会当来进入。 伫耶诞无爱囡仔想要啉珍奶，无问题，随做互你啉。那你没有特别想吃哪一种？吃大甲鱼头。巴肚枵想要食贝果，有香杯 cheese、大甲蚵仔会使选，阁有手工巧克力、大素花。因为耶诞节，旅行业者嘛甲耶诞市集搬到火车，感受过节的气氛。Because very pretty, and there's bubble milk tea, and I like that place. 决定就是帮他们就是做这个活动。那其实我是跟他们其实是认为这是 Santa 送的礼物。手作花，那个觉得很疗愈。但是在车上做会不会有点晃晃？慢慢来应该没有问题的。你好，这是我们松露巧克力，这是榛果口味，来自法国。虽然说在市集有提供大家食物可以吃，不过都会给这样子的小包装，就希望大家回到座位上保持社交距离再使用。因为有本土的疫情，嘛要求旅客莫哪行哪食。另外，将近100位旅客，一摆敢若15个人会使入去市集。这几天其实疫情稍微的紧张起来，那我们在销量上面的确有发现，旅客的订单有稍微停滞了一下。除了列车顶、台中、台南、屏东的耶诞市集，嘛拢照常举办。不过规定一定要挂喙罨，而且袂使试食，嘛是希望大家感受过节气氛的时阵，莫变做防疫的空棚。